时这个事情发生是什么情况？当时，哎呀，这个过程回忆起来很痛苦哈。当时是家里头疫情情况下酒精消毒喷大了，就是当志愿者穿大白，穿完了之后回来，我把整个家做了一个消毒完包括走廊，孩子饿了嘛，下午1点多了完，然后可能想煎个牛排就是点了一下火，嘣的着了。之后马上就进了重症监护室，那时候是跟时间、生命我们都在赛跑一样，而且像下赌注一样。在老家那边，我们一共是麻醉了48次，大大小小全算上。其实当时很担心孩子会不会智力受到影响或者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会不会恢复不了了让我很惊喜的就是恢复得很好，身体的功能很好。现在他还能弹钢琴、跳舞。刚刚受伤的时候，就因为疤痕比较重嘛，有小弟弟小妹妹见着他的时候，就会拽着妈妈说：“哎，你看他，你看他。”完我就跟他说：“你跟小弟弟小妹妹可以微笑着去聊天，你告诉他，你说姐姐是受伤了，烧伤了，所以才有疤痕。”像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事儿，真是和孩子一步一步从鬼门关爬出来了都能好起来。人生除了生死，其他真就是擦伤了。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劫难性的遇见。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能让更多的人做好预防，然后真正的发生了，就去豁达的面对就是没病不疑病，病来不惧病，豁达治百病吧。